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Some of the world's best cinnamon is found right here in Taiwan. I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grown in Hualien's largely Hakka township of Fengling. The cinnamon grown here doesn't need any farming chemicals and can be turned into a wonderful array of products for use in medicine, food, and drinks. Cinnamon is traditionally taken from the bark or roots of the tree, which damages the plant. But here in Taiwan, they use only the leaves, which is much better for the trees and the environment. Hey, welcome back to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 大家好，我係阿邊個呢？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係 Joseph Lin。等一下，我喝一口我的咖啡。Joseph， 我问你，好这咖啡是不是有加肉桂啊？肉桂 cinnamon， 这一定要的。我跟你讲，在国外，在美国啊、英国啊，他们不管是糕点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啦、茶啦，甚至糖果还有口香糖都有肉桂的这个味道，超爱肉桂的。对啊，不过华人都是把它当成中药药材来看。了解。不过台湾还是有出产肉桂。台湾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花莲的凤林。凤林它那边有一种植物叫做山肉桂，哇，那不得了哦！这是种植肉桂的树的意思。对，它是原生种的树种，而且这个山肉桂它里面的肉桂醛的成分高达92.12%，品质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世界之冠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引以为傲啊！没错没错，要把这个肉桂多多做出口啊，因为西洋文化里面饮食里面常常用到我们这个肉桂啊，是不是？是啊，早期他们传统的采法是用树皮跟树根，这样对一棵树来说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是花莲凤林的产销班他们就开发了新的技术，就采收他们的枝叶，完全不会伤害到树根跟树干，所以呢，这个树它就可以永续的长下去。了解，对了，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开发嘛，对不对？然后要处理这个肉桂呢，也是要细心要像一个小孩一样。对啊。然后现在也就是大家也都在提倡无毒农业了嘛。没错，花莲凤林这边栽种的这个山肉桂呢，它也是完全是不撒农药的，跟现在的趋势是非常贴近。而且花莲凤林他们那边风景又很漂亮，所以你来到这个东部最美的客家村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个凤林的校长梦工厂，还有凤林客家文物馆真的，我好想去花莲凤林来走一圈了，这么多地方可以来拜访。是啊，那我们来教几个单词，包括我们这个肉桂了。How do you say cinnamon？ 肉桂。然后 we're promoting a chemical-free agriculture，so 无毒农业怎么说？无毒农业。And now you know that does it for today's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什么大家？俺只say 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 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